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嘅，我係钟意群阿群妹。好，大家就底好讲到呀客家人食嘅东西哈，当到客家中都当到好食嘅东西好食咯。今日愛同大家來紹介新竹嘅好食嘅客家嘅東西。上來係乜嘅呢？大家就底好新竹當到好食嘅東西，比如講呀米粉啊、公鹽啊、有冇客家人真好食嘅呀。唔過啊，因為新竹有其特殊咧，也地理環境氣候，故所有呀9公分安尼採下來，就用按有名嘅米粉。今日行我來紹介另外一項東西哦，佢咪係沿着呀9公分長出來嘅，佢係咧呀新竹關係哦，傳咗100年嘅呀當有名嘅呀傳統嘅麵哦，上來啊也傳到第4代嘅麵，有按到乜嘅故事呢？細細格格來分享，呢節目地度今日嘅來賓分享，智慧姐分享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，我係尤智穗，我係阿智穗，係我帶到新竹關係。好，歡迎智穗姐來到呢節目吼，真係同大家講一下，一傳呢100年嘅麵到一下，而竟然係第4代嘅經營嘅年嚟，從冇第4代，所以嗰陣時一開始係馬啥創立呢隻麵呢？呢個麵工廠係阿太。阿太，係阿太有權係有產棒，亦都係叫做產棒。哦，有產棒，一開始創立咧，一隻叫做玉山麵、玉山麵一隻品牌。唔過都奇怪呢，麵就麵啊，那個玉山也不是在新竹啊，怎麼該會有很多按呢一名，很多玉山麵？之前阿太做嘅麵太麵時節，佢唔係很多玉山麵。哦。之前就做台面就錯誒。之前係在新竹嘅在新竹市嘅花園亭，所以人講個新竹市嘅當到做米粉做麵嘅地方。嗰時間阿太在個做麵，後來係本個麵粉工廠本貨手提，然後讓搬到新竹關係。將搬到新竹關係，故所就繼續來做麵。哦，唔過呀，品牌樣嘅樣，因為我很多玉山哦。因為新竹關係就叫玉山社區，玉山就還是叫早期好像叫玉山煤礦嘛。哦。你看那個煤礦啊，跟玉山社區啊，所以後來就因為關係有長壽鄉之稱嘛。剛開始係用長壽麵來，後來讓改成玉山麵。故所以就係呀，傳到第4代呀，玉山麵嘅由來從冇，所以故所對阿太開始，阿太、阿公、爸爸，大家每一輩，大家就按上網啲嘅經營一隻品牌，到日下第4代。唔過我當上我哋吼，呀麵啊，其實蠻耐就有，你去菜市場。你也係去超市，也係去便利商店，其實那一片全部就買得到麵。怎麼解？人嘅麵做得傳按久，做得按舒服，養到日下第4代。再同大家講一下，呀麵啊，清楚以後就會夾嘅麵粉。呀麵粉係哪來嘅？麵粉吼，你睇台灣嘅麵賣凍售嘛，都係從美國進來嘅。你台灣有種乜嘅蔬菜，應該台中有一些些凍售。唔過應該愛做麵那個量可能供不應求啦，唔啦，所以嘅麵粉在美國人啊，有冇過嗰啲麵粉工廠？佢係在佢係賣喺攞嚟工廠咧，在台灣在做研磨嘅麵粉工廠。因為我們阿爸佢講，嘅麵粉工廠，我們都跟他配合3-4年來麵粉工廠了。哇！故所算是合作非常長久的夥伴，每棟上新給他哋嘅品質。對，因為佢嘅檢驗報告都有嘛，兄弟他也都講基因改造的問題。因為麥應該是某個基因改造，黑豆、豆類、黃豆，它有玉米，基因改造的問題。所以我們也會強調，就是跟配合廠商講，給基改的問題，這樣麵粉袋子上面就會打非基改。故所沒有基因改良，而且其實智穗姐佢沒有去家去看要在工廠去問佢。一到講呀，這個是完整的麥子進來台灣，再個老給磨做幼幼的麵粉按嚟嘅。對，故所按呢長期搭配，再加上有親身去調查，就提講呀麵粉應該係品質有去家去把關嘅。故所唔單唱麵粉哦，麵粉愛拿來做麵呀，就愛看大3年的功夫冇強用。故所智穗姐就同大家講一下，唐貢娘嘅麵啊，係老麵。
老面做的面条，你有听到讲老面馒头啊、老面面包啊，连面就有用老面来做。cái面头所以老个做的面，个前段和后段个切出来，个它就是个老面，然后去浸泡。浸泡泡什么东西？泡水啊，泡然后不用弄面粉，用个洗那面粉，用它去和成，然后要做个面条啊。哇，我说呀，面粉用老面做的，同冇用老面做的，有嘛个冇相用啊？个吃起来个口感是冇相用，因为你讲吃起来个口感是会还有嚼劲啊，嚼劲，还 Q， 嘿。我说头摆都压下啲太开始就会用老面开始来做诶。对，黑炒，因为个老面啊，我哋面出只有面粉、水，然后盐，听。如果早期太面就做，我们看就做迄黄面，还有凉面。哦。嗰种面出就加个鸡啊，有加鸡、碱粉，嘿。哦，唔过压太面，压当中就下。真的很清楚，面粉、水、盐没有了，就会按用眼，所以要省用。哦，还有很单纯，还是做档单纯，所以我们客人一看出底食材，我们看得懂，该底部要买个东西。超，因为其实离哈面其实懂都因为生面吃出问题的。超，而且这其实是主食哎，对不对？前一步一个食安的问题都严重，当然就会开始会反射讲哎，食落多的係乜嘅东西，会不会有我不知道的成分？故說其實也哈老也標示寫到當清楚，也係應該係大家都當上看到，唔講係消費者，也係經營者，自家都想要按呢，錯冇？按呢本消費者有一種信任的感覺，安心的感覺。因为面啊，妈从小吃到大，都厉害，我们妈去给从来煮面了是啦，因为懂缝片呐。啊，莫不面就想吃我的身体，其实因为有糖果，像你的医生，他自己黑医生他自己吃莫不面，然后吃到血癌啊，所以因为有的面里边有荧光剂、漂白剂里头，所以生面妈特别注意，因为没讲生面说，其实现在按都致癌的东西，其实真的要。都懂小心啦，你都要懂注意。好，故說唔單槍按你啊，做面的方式頭擺都壓下，你看太嘅時節都壓下，治水節壓到死胎。聽到做面的方式有冇共用？因為頭擺可能比較少機器，都壓下可能有一些嘅手工嘅部分會幫機器來替代。做得同智慧節同大家講一下，壓下做面的方式，頭擺用嚟做，壓下又係用嚟做。哦，頭擺我哋了個面吼做好係曬到冇背嘅，因為我之前我哋個關係嘅甜茶廠，個會起我會開曬面嘅地方。哦，就係用傳統用曬嘅，用半風菜嘅，係錯，半結菜棗，係半結菜棗。哦，都壓下，對，都厲害，因為厲害後來個停車場被政府徵收掉，後來我哋就改成室內嘅。啊，室內是用酒漿風的方式，我哋就會講烘乾間。哦，烘乾間用機器，它是機器然後把它烘乾嗎？機器叫廠房，就是就會用利用酒漿風的原理啊。哦，用的原理只是用機器，然後佢做出一隻按的嘅環境，像9公分的環境。沒錯。哦，佢家嘅溫度愛貼片。用嘅setting，它知道怎麼控制？控制大概在幾度？它那個溫度，其實有天山老給火爐去烤，所以去烘乾吶。對，它會就是看跟面的乾，佢大概乾燥到像我弟弟佢，因為做面係我弟弟才做，佢負責做面該部分，佢係負責外面的推廣嘅部分。他佢做面的時間係做弟弟當做出來，像前一年佢做炒金乾面條嘅老面啊，所以金面，然後金面，只要成條一做，佢就去工廠就開始做面，做到按不條，生意點樣最賺，因為個面哈，佢就烘到佢都早冇早哈就會發霉嘛。哦。啊，如果你發霉的話，就佢一天要烘到至少要8成以上的，佢食到切冇，面會白白啲啦。哦，故說要1日以內去完成按到這麼多的步驟，1日以內就會做好。對，1日就會做好，佢面浸落去，然後開始做面條出來，烘乾，烘乾嗰個時間
至少差不多8到12个小时。8到12个小时，这么该会按究啊？因为像面啊，你洗澡可能用它狗会稳突，它是不是会比较快干？为什么听说不用按床的时间？因为几天烘到干嘛，某早会发霉，所以还会旋转给它方式，给做面的方式，给每一个面，它有好几个面，它要把它被凿，扁面，很凿，然后给凿了之后，才得要落个面切好了，切好，然后。枸杞呢，在隔天啊做包装哎。外地的做嘛，该会不用按照，因为啊，压面係完全冇不用防腐剂，对不对？故說你要用清天然的方式，本期本期菜到早按你就做得保存還較久，因為對不對？嘿，跟如果像跟它除外這條面，這種面它不容易烘乾，所以這種都冇，因為我哋保存期限寫8個月8張煙嘛。然後如果有人出8個月冇到8張煙出發霉了，跟所以冇烘冇鑿，所以發霉。拉鑿就會生菇。哇，古數啊！你看雖然石胎啲嘅邊呢，石胎冇夠用嘅，唔過佢啊就還係有呀古法要堅持。聽說老面曬到按久按長嘅時間，才夠維持佢嘅品質。好，古數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節目中呢再講同大家講用上面嘅故事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做到福氣來嘅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裡頭，我同大家來了解對新竹關係來嘅用上面，到一下幾形傳嘅鐵絲胎有100年。按久按長嘅歷史誒，傳統鐵絲胎入面啊，係當堅持用古法、用頭白嘅方式，盡量用清天然嘅東西、清好嘅做法，俾大家食安心、食康健。古時候啊，撒下來就會來問一下這個治水節吼。其實可能大家對啊煮面啊，好生意像我有下大嘅問題，頭擺人嘅度媽媽就唔是講嘅啦，唔過我還要來問一下，像這個煮面的時候啊，你差唔多煮幾久誒，這個量啊，跟這個煮法，可以請治水姐同大家講下有乜個小技巧冇？我不開面吼，像這一包啊，一包差不多煮3菜分量。對，其實當簡單，像我摸也是。這樣剛滿18歲，佢才吃進頭太好啊！佢這個因為太好，佢哋沒吃進實在。哦。然後佢有陣時在宿舍裡邊會煮麵啊，就給他煮麵啊。好就講來講，我用蠻煮，佢當簡單，其實所有自己都會煮。哦。煮係，就常來講，佢麵吼當簡單就水滾吼，然後麵叫一碗卡麵就麵丟下去煮一包差不多3分量。嘿。跟你就攞個醬料先調好，跟住你食仔嘅時間就半苦茶油了，太油。然後你那食葷呢，像客家人還好是油蔥拌麵嘛，跟你就加一點點油蔥，還有個豆乳，然後再加一點香菜。想到我一會流口水水嘅，真嘅。阿群妹其實懂好生面，唔過我啲嘅煮面嘅時間有時會有一些問題，比如講面，好，我知道這樣子扇形的這樣撒上去，跟不用落去以後可能面它軟下去以後，要稍微把它攪拌一下，冇給鑊帶會黏到，對不對？那除咗按用以外啊，我要加鹽冇？我加鹽到水底度冇？跟面底部其實我哋不卡面底部是有麵粉、水、鹽嘛，所以我家煮面冇不用染，它已經有一點點鹽，鹹咪咪絲嘅。嘿，跟牙滾的時間啊，有陣時跟麵啊就唔知愛煮幾久啊，跟行愛再個冰水冇，因為像煮水餃的時候啊，就說佢滾的以後愛加一些的冷水，再個不佢滾，再個加冷水，跟煮麵咩係安尼係。我不卡麵我都冇加冷水啦，所以像我煮麵會我水不用它倒掉，水不用它倒掉水滾的，然後老麵不用散裝啊，不用好一煮。將麵先大概煮2到3分鐘啊，2到3分鐘，一定要水滾，等佢浮起來，差不多2、3分鐘就差不多，再拿夾起來。然後太麵的話，差不多5分鐘，然後半條麵至少要8分鐘。
半条面，还有那个很卡粗的，对不对？吃起来像半条，可是你是用面粉做的半条面。哦，用面粉做的半条面，古时候也是那个不看那个一项产品就出的，当盘又当发的这个像半条的，不过是面，唔係用米做的，係用面粉做的。哇，唔但像按呢吼，学到了要煮面的技巧以后，呀，他就要来开始生面了。好爱，然后爱做当有一张很漂亮的这个，又懂适合另一天来食嘞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用面线去煮的，这面线里边拌一滴滴的苦茶油，用台湾的苦茶油，然后加一滴滴水果，这样容易，当简单，当爽口，好爽口，而且。呀，面冻 Q， 因为像黑生萝卜的凉面，比如说便利商店的凉面，他们很 Q， 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有加其他的东西本给冻 Q。不过像爱去加，假使爱去加爱做凉面，给面吼做起来，不用到白箱再给我拿出来时候，时间感吃到给面冻硬，怎么给我按呢？你给面吼拿出来，最后是。用个像冰水啊，你做凉面吼，可能你要用冰水冰镇一下，然后不用弄冰上去。哦，安尼就唔会按啊。拿出来还唔会按容易。哦，唔过我家哈想到诶，亚面线是老面做诶，所以老面做的面线是不是唔会哈按硬？你做凉面，因为像我哋或是银行都会讲，我不卡，我做外面给金币煮外面。还是不用冰箱，天热带上班嘛，唔会按烂。如果水果，肯定要水果冇，你冰箱拿出来肯定会硬硬。嘿，古时候其实我煮好的面不用到冰箱，再给拿起来，再去不管怎么样的加热微波好了，一行黑做的有冻好食的口感，也就黑老面它的优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冻 Q。对，唔但像按呢啊，除太阳面线、台面、半条面以外，做得像之水姐在个同大家讲一下，然后还有按豆，那按豆种类的也条面。我卡里哈是在做5种面嘛，所以半条面、面线、汤面嘛、台面、网面，还有叫凉面，凉面。凉面它自己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品种的面，而且做到用的形能用的口感。给凉面出入一点像它是圆状的，它里边有不用，就是里边有加一点点食用色素老鸡啦。就同网面 Q 样，有加鸡的，个口感会较 Q，对不对？会比较 Q。不过啊，像泡面的部分头前有这个一杯面线，还有一杯台面。这个面看起来吼，以前同啲老板看到面的色，冇乜个 Q 样诶。面出给面粉的颜色，给冇漂白，因为最原本的颜色，最原本的颜色，给面粉如果全部会啪啪的哦。给看起来出来小心啦。啊，给因为卖给去磨粉那个东西，冇漂白过，给个颜色还能会不一样，没讲全部都按啪啪啊，像一种自然容易啦。不过按的上吼，有按的早的面，没有第4重烘嘛，一包一包按的湿的面。之所以这同他讲一下，要早的面同湿的面，你老板买的时间消费者有按到嘛，该注意一下嘅。早外面吼，因为早外面一定会烘干，水分冇按到处唔会按夹发霉。像湿来面，所以它小心的，因为湿来面，你拿咗去磨色的冰起来，佢保存期限冇像早外面时间按长。所以佢里边出还多一些添加物，所以说小心啦。古手啊，啲老板啊，买面啊，生面有动多要注意的哦。唔单像安尼啊，智慧姐教哈带的凉面本阿 Q 美食，除了呀以外啊，另外还有传统的口味哦，叫做油葱拌面，对不对？呀，就系呀，一开始浏阳的时节啦，这个摄影棚全部就系呀油葱的香味，呀油葱系自家做的，也系奈来的油葱。这油葱是我配合的厂商。之前刚开始做面的时间，是我妈妈自己做的，因为你它量它太，跟我妈妈年纪70岁，基本上冇办法做按量按豆啊。好好吃哦！个当简单出油葱来投入里面。哇！
呀，种底部黑咖嘛咖呀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当简单啊，出第四我都不会煮啊，所以油葱老挑油，然后面汤也搅搅哈，全部加一点抢菜啊。这个油葱味道好好哦。你讲头白黑你妈妈去甲做，去甲做姜，然后就跟面用下安尼卖。跟沙哈人用不有机肥料呀，其他的创伤来配合来做。因为之前我哋参加之前早期某参加活动嘛，或者去参加客会活动，之后我不卡面我加上客家，我妈妈就加做油葱，给客人出来停下来，看到个面个爱香啊，所以想要试试啊。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想，面挺单一的，一定要有东西来搭配。所以后来我开始我就请油葱，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油葱老面，然后慢慢的那个成果不错。大家懂酥粉养葱哦。董酥粉养古手沙哈勒就有这个油葱拌面的这个产品。对，那沙哈勒还有其他看到这里还有这个 XO 干贝酱。还有像我哋了，其实跟我哋个组合里面，当到可以有种酱油的组合，或是 SO 酱的组合，或油葱的组合，或是橘酱的组合，都做的。要全部係 Q 一咋厂商做的。冇，你还都会用像行政关系的调油啊。你要关系跳乳嘛当好，个跳乳係手工制作哎，都会6个月以上哎，给迄6个月以上酿造哎，没用化学调和。但像这个西罗的酱油很有名，其实关系没有名的调油，错冇？错。古说啊，其实啊，但像有面，青椒和味道爱搭配呀，面条有按到某样样的商品，向下来合作，向下来出现，就会就係味道好本，小味道做的当封片，当饺就做的色道当好色。有当空天的面葱咯，故事啊，一些休息一下，节目等下再来，沙下来还有动多的故事，爱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同大家來小結對新竹關係來嘅，從呢100年嘅呀面吼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ทั้ง嘅家的多嘅故事，有多品種嘅面。唔過啊，呀我有看到一隻很精緻的包裝，一隻包裝你看當家韓國蛋糕還有一縷蔥法用嘅耶，這個是客委會協助來包裝。你喺客委會輔導客委會輔導的，我覺得其實依照商品嘅包裝都重要。可以請智慧姐跟大家講一下你的去個包裝嘅呀的過程哦，做包裝的這些過程。有啊，因為我們開面最早期係這種包裝嘛，哈，就是最傳統，最傳統的包裝。嗰時間我哋去後來參加客委會3峽51天的活動之後。有點像我去百貨公司參展，我就想給包裝去百貨公司好像懂，就是唔好看呐，挺傳統的這東西。後來剛好就參加客委會嘅輔導案，所以包裝禮盒給後來我們有入選，然後這樣就給第二種來包裝。哇，很漂亮哎，新的包裝，韓國就像智慧姐剛剛講的，有7個優雅同某區用的廠商來做合作，搭配不一樣的禮盒，而且聽說還有客製化。好，怎麼樣的客製化？量多量少都可以嗎？像今年啊，我哋像今年我哋廟方嘅做嘅點嘅光明燈啊，佢哋做嘅點光明燈，佢點光明燈嘅時節，佢本嘅送給你面嘛。做夾個海北出一種客製化，做夾廟方嘅相片不用上去。故說一隻包裝全部就可以客製化，包含裡面的內容、包裝，全部就做在做去甲上來做用誒，沒錯，就做在送俾你，就很有新意的感覺。對，還有像有一間連鎖店美容院，今年係雞年嘛，哈。我弟弟就特別幫他們做成個禮盒，像那種禮盒，就是做成金雞的盒子，給當不到給公司的名字。因為它給量比較多，給5到6家連鎖。對，其實這種細條那麼像是女孩子
比较喜欢像公园勾结啦，给晒毛啊，或烫天条拿毛，给输送个面，注重个价钱刚才400块、500块，给送一盒面。哇，很精致，然后又很实用，对不对？又按空间的东西，古时候看得出来吼，虽然呀面很多 TC 台耶，但是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在跟上时代，再让它走在时代的最尖端。可以请智穗姐跟大家讲一下，去甲做要传统的产业，都亚行看到当到起起落落，每度都会当到困难。再同大家讲一下，从要传统产业要转型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？我知道客家人啦，哈，真人是懂，做的东西真人懂好，可是真人就，可是如果算到懂清楚，要出来参展或出去赚到钱嘛，但是赚唔到钱，我感怕是唔会出去。跟迄但係我一個感覺啦，因為像我參展按多年咧，差不多有10年了。我要按這樣子常常跑像百貨公司或外場的活動，我都會參加。其實有想說啊，就是覺得你出去某一天會賺到錢，可是你出去的時間，你出有很多的廠商，你有看到嗎？看到懂多比較好的廠商給你的做法製成你的，慢慢學習啦。所以這樣一路走來，我媽媽、我爸爸媽媽他們不喜歡我，希望我做參展這一方面。佢講我參展賺唔到錢啊，跟你賺唔到錢，就財富卡撩出來啦。幹嘛希望我按辛苦，從你要攤一天，來給錢給讓伊花博3年來跟我自己出錢去做活動，你是的，真嘅。對啊，真嘅，佢講所有的活動，像去台六參展嘛，就給他拿錢出來去做參展。還有百貨公司，還有莫拜外場，然後之前客會輔導給所有的活動，我們幾乎都參與這樣子。韓國人都有去參加第一屆客家博覽會。哦，我連去三屆了，3屆都有去。但是我覺得當你去參加這個頭一屆時間，你有沒有覺得說，學習到了什麼，或者是說你為了要參加這個展覽改變了什麼？我第一次去參加三峽博覽會這一次，因為之前我去找人，我現在是獸醫師嘛。我是找人幫忙，可是我都沒有在外面做個行銷的活動。其實剛出業時間也很害怕，因為看到記者媒體人啊，天天躲在後面，很遠的採訪嘛。對啊，就是看到媒體人是實在覺得很危險。對。然後看到人行來，我唔敢讓人講，我賣面啊，就知道懂奇怪啊。可能也沒有試吃，也沒有推銷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之前啊，連工作是人家像我們在醫院上班，都是醫護關係，沒有就講去銷售這一塊的這種。對。所以我也懂講啊，就是看到個記者媒體或都冇啊，講你這個。可是後來因為第一次給客家電視台佢嘛有就開節目給我採訪，講我喺上來錄影啊。然後爸爸媽媽佢都冇啊，冇影大家都冇啊。冇影就講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廣告。就講那就好吧，冇影了就被推出來了。那像這一次呢，也是被推出來的嗎？這一次你看，現在是因為有一些經驗啦，就是說像你看很多有些媒體都來採訪，就是到工廠去採訪，然後最近來上那個電視台就是會現在是反過來了，對不對？現在人家都搶着要來爭相報道的感覺。對，因為你看啊，第一這個都懂某行，因為有時候媒體的採訪就是要開始要就一些。這樣到工廠去的時候，就要開始解說。對啊，對，就是他會比較忙嘛。然後那上那個電視，我爸爸媽媽裡頭全部都冇呀。所以現在都靠你咯，對不對？所以冇咩行銷都會捱自家來。行社會鋪分。鼓手啊，其實啊，一開始剛才就有談到講，其實智穗姐你本身的工作是護理師，那從護理師到現在。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轉變？其實護理師，我做護理行業，因為我先生開動物醫院，所以我結婚我就冇從事護理工作。然後有一陣子有去三總，就去醫院上過班啦。那因為小孩子還小，2個小孩還細，還是轉了 to sale， 所以說冇曾被上班，所以後來就自己 to sale。後來是因為三峽跟客家博覽會，然後我媽媽就問我講，
跟住博览会就课政府会辅导的，跟我是讲你就在加皮落呀，其实讲的我又唔晓视察，然后就马个都唔晓啊，其实讲你说讲的马个都唔晓，我是讲冇关系，你先在加皮落样讲，啊，所以加皮落可以是这样慢慢学习都厉害，反正我觉得。就是有时候会像你学校老师夜市很爱去分享，我就觉得爱去分享，我觉得虽然有时候讲得不好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学习啊，就慢慢的去学习一些过程啊。然后就算人家笑我，我也觉得没有关系，我嘿啊这个好，反正慢慢东西就是一步一脚印嘛。哇，我这董聪因为一件事情吼，不是不只是愿不愿意做，听说爱愿意做，不过还爱认真好，对不对？做一步学一步，不要怕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可能懂你做懂的事情就会讲，假使你讲你就没信心没信心就会觉得天哪好可怕，我什么事情都不敢做。所以其实智穗姐当初在回家要帮忙的时候，也是抱持着觉得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愿意学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到现在甚至自己创了一个叫做一同享宴的品牌，像这个伴手礼的礼盒，它就是一同享宴的这个品牌。所以同他的共一哈，这个品牌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嘛？其实我一直常爱讲啊，像玉山面，其实就我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他们，其实真的当保守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才可以被做面出后嘞。你看啊，在常来讲做100人的面，其实真嘅你冇出来行销人根本唔顶样面。就去甲跳累累的，紧走。对，真嘅。然后我就讲你要出来，常爱被骂，佢讲你又差很多钱，然后又料钱，啊你出去做嘛该？可是我觉得客家人的东西真嘅当好。然后客家人就是很喜欢分享，像我妈妈这个当好做饭啊，做面做东西，像做零售社。跟一同享宴，其实我妈还看客家电视台一个灵感，我创了这家品牌，因为客家人那些同花嘛。我记得客家电视台有一个节目都有大享宴哦。好，我那个想说，我知道这个节目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看那个电视，然后想说，大享宴。我就有把客家的东西结合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把这类东西，就把同花代表客家，就把标西，然后同享宴念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是很顺，然后一同享宴就是大家喜欢分享喜欢分享给别人的概念，所以我结合了就是一同享宴的品牌跟一同享宴的那就改成艺术的艺，对，就把客家的艺术。一些文创的东西，食物也是艺术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跟文创来结合。看那都亚哈这个玉山面，这个棒眼那样的老牌子，其实已经到我们非常大家文青都要去的地方，成品，对不对？其实已经在成品可以买到商品了。对，你台北的成品在创，因为上次在成品出，就有一家电视台给嘟好看到 F 卡的东西。你妈会有去工厂采访，然后最近才播出来节目，给他播出好像是9分钟哦。哇，除了成品以外啊，还有嘛个素材做得老唔买到面，唐贡还有门市，对不对？门市在个台北市跟南京东路那片。台北市南京东路，给大家做的怂恿去请这个详细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应该上网输入什么东西，当前面都应该。你可以打一同享宴的粉丝专业，还是给自己自创品牌、自己经营的粉丝专业，还是给 po 文啊？一同享宴是艺术的艺，同花的同哦，享宴就是那好吃的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那个享宴了。鼓手啊，今日什么智穗姐同大家来分享按到好食的东西，还有按健康的面哦。每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下些休息下，等下听听运通欣赏来做运通。